如果你預訂咗今次 Norwegian Sky 嘅告別航次，就要留意下以下呢條消息啦。鑑於中東局勢持續緊張，原定9月9號從希臘出發，為期21日嘅 Norwegian Sky， 為咗保障乘客同船員嘅航行安全， Norwegian 將會主動避開波斯灣同霍爾木茲海峽呢一類高危嘅水域，將航程縮短至18日，取消杜拜、多哈呢兩個港口嘅停靠，全程唔會進入波斯灣水域，終點就改為亞曼嘅馬斯克特。希臘、埃及、約旦、沙特等等經典嘅停靠港將會保留。作為補償，船公司會提供15%嘅船票退款，再加埋有效期到2027年年底嘅15% Future Credit。如果仲係覺得唔滿意嘅話，可以申請取消航程，並且獲得全額退款，唔使額外支付任何嘅費用。行程結束之後 ，Norwegian Sky 將會正式轉交俾印度嘅 Cordelia 郵輪公司，開啟佢新嘅使命。